主后2023年3月初2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就是希腊星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马太福音第2章第1节到23节。希律做王的时，耶稣伫犹太的伯利恒出世。有几若个星象家对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因问讲：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爷，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希律王听到，心内着急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。伊就调集所有的祭司长甲民间的经学教师，问因讲：基督应该伫什么所在出世？因应讲：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有安尼记载：犹太地区的伯利恒啊，你伫犹太城市中，毋是上美丽的。因为有一个领袖会对你遐出来，伊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。希律就暗中调迄几个星象家，详细甲因问希腊星什么时出现。后来伊找因去伯利恒，讲：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着就来报我知。我嘛通去拜伊。因听王的话就去，因伫东方看到的希腊星做头带因，来到迄个细汉囡仔的所在，就停伫顶面。因看到希腊星，非常欢喜。因入去厝内，看到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玛利亚。就拍落去拜伊，然后开因的宝盒，将黄金、乳香甲物药做礼物献互伊。后来伫迷茫中，上帝指示因毋通倒去希律遐，因就对别条路倒去本国。星象家离开了后。做天使伫约瑟的迷茫中对伊出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，逃走去埃及。待遐到我讲通离开的时，因为希律伫找即个细汉囡仔，要甲伊杀死。约瑟就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。透暝离开去埃及，住伫遐到希律死，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：我有调我的囝出埃及。希律一个知家己互星象家骗去，非常受气，就找人将伯利恒以及周围所有的查甫囡仔。照伊对星象家详细查问的时算起，2岁以下的拢杀死。这代志有应验通过先知耶利米所讲的话。伫咱仔有听到声，啼哭真悲伤，累结为着伊的囝儿得哭，毋肯受安慰。因为因拢无去，希律死了后，做天使伫埃及伫约瑟的迷茫中对伊出现，讲：起来，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，因为要害细汉囡仔的性命，遐个人已经死。约瑟就起来。带细汉囡仔甲伊的老母倒去以色列地。约瑟听见阿基勒煞接伊的老爸希律做犹太的王，
毋敢倒去遐，后来伫迷茫中得到指示，就退去家己的境内，到一个城叫做拿撒勒，住伫遐，这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，伊要叫做拿撒勒人。就是迄粒星，时常会为着所看见的星在欢喜。迄一暝，东方有几个星象家在观测星宿的时，看到一粒奇特的星，认定得要有一位新星王，所以因对着天星一路攀山过岭往西行，沿路还不断讨论探究，想要认捌这位得要出世的王。因来到耶路撒冷，照常识判断，王若出世一定是伫王宫，所以因就前往拜会国王希律，礼貌地问：迄出世要做犹太人的王个伫倒位？对希律王来讲，这显然是一个歹消息，因为假使有一个新生王会出世，伊的王位竟毋是会受评判，希律心内产生极大的不安，百姓也相款高高不安，担心的是毋知希律会阁做出甚物款歹代志。照过去的经验，只要伊心内开始去犹疑，就有人爱受栽殃，就算是亲人、爱妻，伊拢六亲不认，一律死刑伺候，因为伊是丧心病狂出名的疑心病大师。希律表面讲好听话，要去朝拜这位新生王基督，毋过私底下却显露出占卜胸怀的心肝，充满嫉妒的本性。伊暗中调见遐个对东方来的星象家，建议对因讲：恁去详细查问关系即个细汉囡仔的事，找到就来报我知，我嘛通去拜伊。原来希律根本无安好心，伊只是想要利用即几个星象家明查暗访的专长，甲锲而不舍的能力，想要趁早知影即个新生王基督任何新的信息，通好趁早甲伊除掉，以绝后患。果然，即阵经过严谨天文学训练的东方星象家，真紧来到伯利恒城，找到婴仔耶稣。因入厝内，看见婴仔耶稣甲老母玛利亚，心内极其欢喜，因为因长途跋涉，敢若是为着要探究真相，搭梦想成真。星象所表达的意涵，搭真实呈现伫因的目睭前。这位婴仔耶稣，一个新出世的王，竟然毋是出身伫王宫贵族的宫廷，是伫一个互人想都想袂到平凡无奇的家庭，得受养育，无年母，无金汤匙，无专属的养lap床，也无舒适的婴幼儿房，啥物拢无，敢若遮尔平凡。面对此情处境，这个星象家心内产生搁较大的敬畏。因对这个新生王的认知是，既然是王，就毋是用出世的环境来比拼论定，因为
王就是王，所以因献上早就准备好的高贵礼物、黄金、乳香、木药，表达因对这位神圣王的敬意。甲希律王的才智和斩杀的本性相对，这个形象家显露出良善、单纯，甲较无敬畏的心，若像是黑暗中的明光，伫迄充满哀嚎、肃杀的气氛中，引带世间人行往救恩的真光，主耶稣。默想，主耶稣安怎真做指引我性命的迄粒星辰呢？主耶稣安怎真做指引我性命的迄粒星辰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安尼搭近我，互卑微的我感觉极大的荣幸。你是尊贵的真神，却道成肉体进入限制中，简单为着让我彰显你的慈爱，佮拯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。恳求你将单纯的信心放伫我的生命内面，互我甲你永袂分离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